已，我们还有跳舞啊，我们就把它加入一些不一样的元素，让整个礼拜当中充满着更多年轻人的一个气息跟味道。他们在第一堂的时候，他们因为是台语礼拜，所以第一堂他们也在第一堂服侍，所以他们要念台语的圣经，念台语的启应文，爱传台语的祈祷，个爱用台语报告。但是在他们平常不习惯的语言当中，他们也仍然一起学习，用台语，用第一堂的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语言，跟他们一起敬拜。所以在第二堂礼拜当中，提摩太牧区这些学生青年们仍然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服侍，在这个地方一起同心合意的摆上他们年轻的生命。所以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主日，周报有写到是青少年的一个事工主日，让我们再一次的去唤起，让我们去思考，一间教会当中青少年的重要性，这些学生工作的重要性，愿上帝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有我们的成人非常的兴旺，更重要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下一代，教会的下一代也同样可以一起被兴旺，一起被建造起来。我们一起建造一个属神喜悦的教会，在教会当中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年纪，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我们有什么样的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我们都一同被兴起建造，一起建立这个属神合一的教会。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再次引领我们在这个主日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今天的主日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年轻人、许多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用他们的方式来回应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带领这些年轻人，带领这些青少年，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服事生活当中，更深更多的体会到主你在他们生命的奇妙作为。主啊，也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青年事工的主日，也让我们全部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可以怎样在这个青年的事工，在学生的工作，我们可以摆上我们可以献上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从年轻到年长，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兴起建造我们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给我们新的提醒、新的亮光。向你献上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在去年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它记录了这个全台湾就不分宗派，就不是长老教会，所有宗派的这些教会，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每次聚会的时候，每个礼拜有多少人？统计下来，每一个礼拜大概有445027个人在聚会，但是在这其中呢，有大概53000多个是青少年，就是学生。那大概有54000多个是儿童。那如果你加起来，你会发觉还是跟这些所谓的成人比例相比起来，比例还是少了很多。而且我们再更深一点来看，这个所谓的儿童或者是一般的主日学，我们比较可以想象的是国小1年级到国小6年级。国小1年级到6年级等于他6年的时间，但是6年的时间就有54000多个人。但是如果以青少年来讲，国中到大学毕业大概有10年的时间，但在这个10年的区间，10年的这个阶段里面，却只有53000人而已。所以我们一认真去比较，你会发觉年轻人、青少年学生的这个比例，确实是比较少的，跟儿童比起来，确实少很多。再更进一步想，国小只有6年，但是整个青少年的阶段，却是从国中1年级到大学，甚至有可能到研究所，所以可能是10年，甚至是更多的时间。最近我们教会开始要庆祝50周年，所以我就也看了一些教会过去的资料，我发觉哇，原来10年前2014，不仅是这间教会盖好献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2014年我们的教会开始有牧区的成立，我们教会开始有
慢慢把原本的这些团契，慢慢把这些小组，我们再做一个整理，开始有牧区的出现。所以在10年前，提摩太牧区就出现了。提摩太牧区到今年已经10年了，代表一件事情：当时国中1年级的学生，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他准备要出社会了。你觉得10年好像很长，但仔细想想，其实很快。特别如果我们家中你有孩子，或者是你现在正好你看着你的小孩慢慢长大，你就更深的体会，你发觉哇，小孩其实长得很快，小孩长大的速度太快了，一眨眼他就长大了。所以10年好像看起来很长，青少年时期，国中到大学，你说到研究所可能多个2年，12年好了，看起来好像蛮长的，但其实蛮快的。所以在这样子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当中，在非常对一个人来讲非常黄金的岁月当中，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在教会当中得着培育、得着成长，使他们的生命真实的找到一个清楚的方向，使他们的生命真实的可以定根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之上。我想这个也是，不是我们不是这一群年轻人的功课而已。也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一起要学习，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如何一起营造，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可以得到成长，得到建造，使他们的生命被坚固起来。我们今天一起看的这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是保罗写给他非常重要的同工，就是提摩太。当时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外出去探访提摩太，而当时提摩太他已经在牧养一间教会，很实际的在现场服侍，但当时的教会遇到了一些问题，于是保罗写信去鼓励他，保罗写信去给他一些提醒，希望他可以重新找回他原本那样服侍的渴望跟热情。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的经文，就发觉保罗说提摩太如同是他的亲的儿子一般，纵使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保罗看他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般。他鼓励提摩太要持守他手中所做的，持守他的品格，持守他的信仰，承担重要的工作。而保罗也说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提摩太他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保罗说是因为他的阿嬷，他的外祖母罗以，还有他的妈妈有尼基，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他，让他认识什么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提摩太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承担重要的工作。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保罗告诉提摩太应该怎样被建立起来，但也同样，这个不是对年轻人在说，也在对我们说，我们可以怎样去帮助这些年轻人，去鼓励这些年轻人，在这个世代当中被坚固、被建立起来。我想我们要先想，在这个时代当中会有不一样的困境，在这个时代当中，特别是在他们这个年纪当中，第一个遇到困境就是外在环境的改变。什么是外在环境的改变？当每一次要到一个新的学期，每次要到一个新的班，只要认识一个新的朋友，那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对青少年来讲，我要认识一群新的朋友，我要重新适应一群人。除此之外，这个世界的资讯变化的太快了，这个世界的资讯变化的太快了，以至于外部的环境不断的改变，要吸收新的东西。如果没有听某些歌，没有去玩某些游戏，好像跟不上某些人，没有办法跟别人聊天。外部变化太快了。整个世界大环境的变化速度也太快了，另外他们的内心也受到很大的挑战，他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去适应这样新的改变的环境。我想在座我们很多已经过了青春期的年纪，但回想你青春期的年纪，应该有很多的冲突跟很多的挣扎。那个时候正是在学习怎么样认识自己，学习怎么认识别人，学习我喜欢做什么，我未来要做什么。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讨厌的？什么是我应该要听的？什么是我应该要做的？内心开始有新的挑战跟适应，会有冲突，会有磨合。所以在这样的年纪当中，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会有很大的困境跟挑战。也因此，教会跟家庭要成为一个生命的果园。我想我们的教会的存在，跟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存在，都要像一个生命的果园一样，
让我们种下一个盼望的种子，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而后，让我们之后可以一起收成美好的果实，让上帝喜悦。我想，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造就人、成全人的生命。而更重要，当这些年轻人来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待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栽种他们？我们有没有培育他们？我们有没有关心他们，让他们真的被成全，他们被得着？连惠菲离开教会，教会其实一个礼拜顶多来牧区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来主日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但更多时候是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有没有提供一个让他们成长的环境？有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属灵氛围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生命的果园，栽种盼望的种子，有一天收成，蒙上帝的喜悦。所以，哥林多前书第3章9节，他说：“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你们是上帝的园地，你们也是上帝的建筑物。”我们跟上帝一起同工，跟上帝一起建立教会、建立家庭，但是我们也同样一起建立这些年轻的生命。所以，不论你现在你的孩子是不是青少年，但我想你的亲戚里面可能也有青少年，你的邻居可能也有青少年，你的四周一定会有一些青少年存在。但我们怎么祝福他们？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们怎么鼓励他们？所以，我们一起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怎么样鼓励这些年轻人，怎么样帮助这些年轻人。第一个，我们来看保罗，他不断的提醒，他也不断的鼓励。保罗不断的鼓励他们，也不断的提醒他们。我们一开始看的经文第1章第2节，保罗说：“我写信给你，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父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平安给你。”第6节他也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按我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保罗在这个当中告诉提摩太，一开始我说到提摩太他牧养的教会有一些问题，保罗没办法亲自去，所以他只好写信。但在信中他说什么？在困难危机当中，上帝的平安、上帝的恩典仍然够你用。保罗在他最为难的时候，给他一个最实际而且是最棒的鼓励，跟提摩太说：上帝的恩典、平安是跟你在一起的。而且保罗也不断的提醒他，不要忘记你心中的那样的火，热情的火，要不断的被点燃起来。你心中所热情、所喜爱的事情，你所在的事情要被点燃起来，而不是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就跌倒在那个地方。保罗不断的鼓励提摩太，让他发觉生命可以往那个地方去。我想每一个青少年、每一个年轻人，甚至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有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都有上帝特别给他们不同的才能。而在这些不同的才能当中、不同的恩赐当中，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我们就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把他们上帝给他们不同的礼物，好好的发展出来，好好的展现出来。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安排那个奇妙的计划，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要表现出来的恩赐。所以保罗给年轻的提摩太第一个事情，也是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我们不断的鼓励他们，但是也不断的提醒他们。当然不是这些年轻人说：“哎，我要去做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也鼓励他说：“好，去做。”我们还是要帮助这些年轻人学习分辨什么是他们该做的，什么是对他们生命有利益的。当他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支持他们。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叫毕卡索，大家看过毕卡索的画，基本上是看不太懂，因为他的画非常的特别。但是毕卡索他回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要去从军的话，妈妈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军人。”他妈妈告诉他：“如果你要去读修道院的话，妈妈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主教。”但是毕卡索说：“但我现在是个画家，所以我成为了毕卡索。”他妈妈不断的鼓励毕卡索：“如果你去从军当军人，你会当一个军人，你会当一个将军哦。如果你要去当修道院，我觉得你会当一个主教哦。”但毕卡索后来选择画家，他妈妈也鼓励他，所以他说：“我成为画家，我选择当画家，所以我现在成为毕卡索，我成为一个我的画作为众人所欣赏的一个人。”毕卡索的妈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有没有在孩子，在这些青少年他们所投做的事情，给予他们鼓励，给予他们支持，让他们成为上帝喜悦的样式？第二件事情，保罗在这个当中，他完全的交托，也完全的祈祷。让我们可以学习帮助这些年轻人。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学习交托，我们也学习为这些年轻人祷告。保罗在1章3节他说：“我感谢上帝，就是我与祖宗一样，用清白的良心所敬拜的上帝。我日夜在祷告当中怀念着你。”刚说保罗没办法出去嘛，所以他唯一能做的，除了写信之外，他说：“提摩太，我日夜我都为你祷告，我每天都把你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想这些年轻人，每一个，他们都是从上帝而来，给我们不论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都是很美好的产业，都是从上帝而来。上帝托付我们去管教他们，托付我们去教养他们。但是很重要一点是，不是照我们的心意，照我们的想象去改造他们。上帝把这些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中，把这些年轻人交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去教养他们，让我们去训练他们，但是不是照我们的心意，不是照我们的想象去改造他们。我们可能会期待，我的孩子以后一定要读什么大学，我的孩子一定要考什么样的成绩，我孩子一定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才符合这个社会的价值，才符合这个社会所期待的。但是我们学习的是，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这些年轻人是给我们的产业，唯有做是不断为他们祷告。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为他们祷告，交托给神，让上帝亲自来带领他们。所以保罗说：“我日夜都在祷告，为了提摩太的生命祷告，为了上帝可以成就提摩太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常有时候在社会上，我们听到一句话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但我们更要思考的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孩子是赢在终点线？有没有让他们得到最后那个属天的奖赏？有没有得到上帝所喜悦要他们领的那个奖赏？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用社会的价值观我的孩子落后了，我的现在的家中这个青少年，他好像跟这个社会上格格不入，很多事情他都不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他交托给神，我们有没有为着他祷告？让上帝亲自带领他的道路，让他真实的是赢得最终的那个奖赏，那个喜乐。所以在诗篇127篇第3章到第5节，诗人也这么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婴孩是我们的奖赏，上帝赏赐给我们的奖赏。少年所生的孩子要像勇士带中的箭。这些孩子，这些青少年，上帝赏赐给我们，但不要忘记，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产业，我们仍然交托给神，向神祷告，让神开他们的道路。第二件事情，保罗告诉提摩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传承美好的品格跟美好的信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我们刚才看到，想到你心里的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说：“哇，提摩太，你在这些事情当中，很重要的是，他传承了美好的信仰，他传承了非常好的生命的品格。在使徒行传第16章1到2节，保罗一开始要出去传福音到特比跟路斯德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遇到提摩太，在那个地方众人都称赞提摩太，虽然年轻，但是却很认真、尽责、尽心的在上帝国的服事当中。”于是保罗看中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尽心，也看中他生命的品格，看见他信仰美好的传承，于是呼召他成为他重要的宣教的门徒，甚至差派他到教会去管理教会。在当时，根据教会的传统，认为当时的提摩太可能只有20出头而已，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至少要29岁以上，你才可以去管理一个会堂，才可以带领一间教会。但当时提摩太20几岁，所以你想象那是一个非常突破的事情。为什么20几岁的年轻人就可以去在他们的传统打破那个传统，去带领一间教会？代表他真实的有活出那样的样式，
有承接了一个非常漂亮生命的一个品格。而他的阿嬷，外祖母叫做罗以，罗以的意思是什么？罗以的意思叫做欢心，原文就是叫做欢心，讨上帝的欢心，讨上帝的喜悦。他的一生都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一生都讨主的喜悦。他的妈妈叫友尼基，原文的名字叫做美好的胜利，生命的得胜，美好的得胜。而且友尼基就是提摩太的爸爸，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希腊人。但是这个友尼基仍然将美好的信仰传给提摩太，让提摩太继续接受这样美好的品格。而提摩太的名字叫做敬畏神。所以你看这个家族，阿嬷叫做欢心，讨上帝的喜悦，罗以；妈妈叫友尼基，一生是要做美好的征战，美好的得胜。提摩太叫做敬畏神。你看这个家族美好的品格的传承，美好信仰的传承，到提摩太这一代的时候，受到许多人的称赞，因着他活出美好的样式。而我们刚读了经文，说到他的阿嬷，说到他的妈妈有一个纯真的信心，而这个纯真，或者是说无伪，在原文的意思是指没有虚假，代表他们对上帝是完全的相信。相信上帝的作为，相信上帝的带领，在他们的家族当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带下美好的见证。所以因着这样，提摩太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接受美好的品格，接受美好的信仰之后，为众人所羡慕。英国有一个教育学家叫做史宾塞，他说：我们终其一生，也许也不会有太多的财富跟财产的累积。我们可能也不会有太多名声的累积，不会有太大的声望，但是我们每一个父母，每一个人，我们都通过我们的生活累积了一些生命的经验跟品性，把这些传给孩子们吧，把这些传给下一代吧，他们会用新的生命去放大，发出光芒。我们穷极一生，确实我们可能累积的不多。钱财可能不多，可以给孩子不多，累积的名声可能也不多，但我们唯一给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经验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见证，我们所活出来信仰的品格，交给孩子，交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继续发光，让他们继续把这样的美好的事情继续的放大。所以大卫王在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他也这样告诉他说：我的孩子，你就应该要认识你父亲的上帝，全心喜悦欢喜的服侍他，因为上主鉴察人的心，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来寻见你。大卫这样子的告诉所罗门，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也同样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看待这些孩子，看待这些年轻人，不论是在教会当中，或在你的家中，或在你四周围的，我们有没有这样把我们所领受到美好的信仰、美好的见证分享给他们呢？所以这是保罗给提摩太很重要的一些提醒，也事实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怎样帮助这些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阶段，让他们有不一样的经验，让他们有不一样新的看见。而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从孩子到青少年到长大成人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阶段。刚刚说会有很多的冲突，会有很多的学习，会有很多需要重新认识、需要重新磨合、整理自己的时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怎样去雕塑一个人，看见上帝怎么样去改变、去影响一个人。这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提摩太牧区的一个学生谢颖轩同学，他来跟我们分享在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我
我是提摩太牧区的谢颖璇同学。我要分享的是我们提摩太牧区到台南新化口皮教会办夏令营的经验。在今年的7月11号到7月14号，我们提摩太有一部分的人到口皮教会参与他们的儿童主日学夏令营。然后在7月10号，就是礼拜3的下午，我们就准备驱车前往。但是在出发之前，牧师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很认真的跟我们说，去那边不要对那边的设施有什么苛求，因为那边是比较小的教会。然后到那边呢，也要有礼貌，毕竟我们是代表富强教会。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人敢在服侍的时候拿出手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叫计程车把我们送回台南市。不过听到这些提醒，我是都没有太在意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当队服，也是第一次去夏令营的服侍，所以呢，我是抱着玩的心情去的。终于到了口皮教会以后，我们简单的跟那边的同工认识，接着就开始准备工作。我们打扫环境、搬东西，还有排练隔天要敬拜的东西。接着我拖完礼拜堂的地板后，不过在那边的口皮教会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山上的小孩就是那边口皮教会的小孩都比较野，叫我们要小心，要有心理准备，绝对跟富强的小孩不一样。不过听到这些提醒，我也没太在意啦，因为我觉得他很歧视，这座山上人就很野。然后在我拖完礼拜堂的地板以后，我就很开心的在地上打滚，然后跟旁边的女生说：“如果他们明天来的话，真的很野，我们就比他更野就好了啊！我平常都会徒手抓蟑螂，然后上课还会脱鞋子丢到讲台上，我比他们夸张吧。”所以呢，这么无知的我，隔天就真的出事了。隔天一早，因为冷气很强，然后床又很难睡，我大概5点就起床了。那我就东摸西摸，然后化妆化了1个小时，接着怀着满心的欢喜进到了礼拜堂。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要同工围在一起祷告。本来时间表是叫那些小孩8点半再来就好，结果不到8点，他们就一群一群被教会的福音车送过来。然后呢，有大部分的小孩虽然很小，可是他们都有手机。没有手机的就在旁边那边爬来爬去，在那边尖叫。所以呢，师母在祷告什么，其实我也听不到。不过我的耐心到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被消磨殆尽。可是随着一个早上，他们在那边各种不配合，各种吵闹，有几个还一直爬到我身上，不知道想要干嘛。然后他们的不配合，真的已经把我的耐心全部用完了。结果最后我就真的超生气，然后就爆发了。就是在排队吃午餐的时候，我们这组有一个弟弟，他小3升小4，他就突然跑来跟我说：“你知道 IQ 是什么吗？”我就跟他说：“哦，我知道啊，是智商，对不对？”他就跟我说：“啊，你没有啊，哈哈哈哈！”我被他呛没有智商，然后我就超生气的。我心想，我好歹也是一个要升高中的，被你这种小屁孩呛。然后在吃午餐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躲起来，然后疯狂的跟一个女生抱怨，大概讲了15分钟。她一直劝我要冷静，不要冲动，不要跟小孩计较。可是我才不管那么多嘞，我的火大概已经到这边了。接着吃完午餐以后，那些小孩全部都在礼拜堂休息，我就直接冲到那个弟弟面前，手叉腰，手抱胸，大概骂了他5分钟。我就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说：“你觉得这样很好笑吗？你死屁孩！我跟你讲，你们新化国中很多8+9，你长大以后这样嘴贱被打爆啊！”然后我大概骂了他5分钟。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跟他说：“你知道你这样很像没有爸妈的小孩吗？因为你很没教养。”接着那个弟弟本来还一直跟我强辩说他没有，还在傻笑，结果笑着笑着就开始哭了。他哭得撕心裂肺，大声到整个礼拜堂都知道他在哭。然后身旁的人就一直跑来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最后那个弟弟真的太吵了，所以他就被他的认识的邻居是大人，他就带他出去冷静。然后等那个弟弟离开以后，换我被吓哭了。因为我脑中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那个弟弟的爸爸明天来打我怎么办？不过瑞平牧师长得很高，他应该蛮会打架，他应该可以帮我出气。回到正题，然后接着等那个弟弟离开以后，就换我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有点吓到了。虽然是我骂他，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那么害怕。接着他那个弟弟的邻居就叫我出去，接着我们2个就道歉。和好，意义上和好了。不过我心里根本就没有原谅他，因为我还是很生气。
到了那天晚上，夏令营有例行性的检讨会，一堆大人大概就听到那个弟弟白天在哭，都跑来问我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讲完来龙去脉以后，他们却安慰我说没关系，那个弟弟本身就有情绪障碍，你这样做是对的，你应该要呛回去。可是我们在开检讨会讲了很多有问题的孩子，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会来夏令营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家庭出状况，或者是本身有一些疾病，住在安置机构，就是家庭不健全的小孩，他们才会来到夏令营，包含那个呛我的弟弟也是。这时我才马上后悔了，我不该呛他是没有爸妈的小孩，因为他真的没有爸妈。可是可能我的话真的戳中了他的痛处。我不应该把我世俗的标准，就是觉得小孩一定很乖，不会呛人。毕竟大家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接着到了晚上，我整个心情都很差，各种奇怪的情绪啊，像是后悔啊、生气、难过，全部都聚集在一起。接着我就跑去问牧师说：“牧师，如果我现在玩手机的话，你会不会把我送回台南呢？”他就说：“不会，你继续待着吧。”所以呢，我就开始倒数，还剩80个小时才可以回家。到了隔天，我整个心情都很不好，我也觉得那个弟弟应该被我骂哭，以后就不会再来了。可是让我很惊讶的是，那个弟弟竟然又像昨天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在地上滚来滚去，在那边大叫。接着在上课的时候，他又一如既往的跑来贴在我身边，想要跟我搭话。我也逐渐打开心房，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开始跟他聊了起来。我觉得那个弟弟很值得我学习的是他这种不记仇的个性，我觉得这个是我有点做不到的。他年纪那么小，却可以无条件的包容我这种不成熟的行为，甚至不觉得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从小在主日学的老师无条件的爱我们，也包容我们这些莽撞的行为，就像上帝无条件的爱世人一样。到了提摩太的比较大的成年人们，在我们需要帮助时，或者是在服侍我们偷懒时，或者是身体出状况时，也总是无条件的待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所以呢，我也要用这样伟大的爱去爱生活中每一个人。我的证件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好，非常的口语，但你就发觉现在的年轻人讲话非常的直接啊，但是这却是他们最真实的心声，他们最真实所经历到的一切。我想每一个年轻人，他们在生命的阶段一定会有遇到不一样的冲突，会有遇到不一样冲击的时候，但在那个过程，我们怎么成全他们？我们怎么帮助他们？甚至让他们真实的去体会到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在刚尹璇的分享之外，我们这次一起去短宣，甚至我们在提摩太有许多不一样的服饰。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都说我不敢了，我是 I 人，就是比较内向比较内向。现在都很喜欢讲 I 人 E 人我是 I 人我比较内向我不敢上台我不敢跳舞我不敢干嘛。但是当你让他们去做，让他们去尝试，给予他们鼓励，给予他们赞美，发现其实他们做得非常好，甚至是超出我们想象。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也无形被塑造起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也一点一滴的被建造起来。所以，让我们可以一起去学习，如同保罗这样子的去照顾提摩太，不断的支持鼓励他。仍然会有犯错没错，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怎样帮助他们起来，交托给上帝，向上帝祷告，并且将我们美好的信仰、美好的品格传承给他们。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我相信我们会带给下一代美好的祝福。我相信，当我们愿意遵守像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会带给我们的下一代美好的祝福。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在他们天主教的所订定的青少年的纪念节当中，他曾经发表过一篇的演讲，在当中他说，当一个青年在某个程度上，在一个青年跌倒，
在某个程度上是全体人类的跌倒。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爬起来，却仿佛是整个世界都重新站了起来一般。他告诉这些年轻人说：“亲爱的年轻人，如此巨大的潜力就在你们的手中。”他说：“当一个年轻人跌倒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就跌倒了。但是当我们愿意扶起这个年轻人，当我们愿意再次看见这个年轻人的潜力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就重新站了起来，整个世界就继续的前进，这个人的生命也继续的前进。”保罗在1章7节，他这样告诉提摩太，他说：“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相反的，他的灵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和志志。”保罗这样告诉提摩太，上帝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而是给我们一个充满力量、充满爱心以及一个志志的心。所以我想，当我们愿意去祝福这些年轻人，祝福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事情？第一个，我想我们可以带给他们从神而来的勇气跟从神而来的力量。如同保罗所说的，上帝所赐的是从他而来的力量。当这个世界不断的变换，当年轻人的生命，他们遇见课业的挑战、人际关系的压力，面对许多不确定性，会有许多的恐慌跟惊慌，甚至有很多的害怕。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祝福下来，帮助他们的时候，相信他们会感受到这样的祝福，就是从神来的力量，让他们真实的知道谁是我生命当中真实的帮助。第二个，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心以及怜悯。当我们用上帝的爱去爱他们，当我们用上帝的爱去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我想他们也会体会到，哇，原来这就是上帝的爱，原来有这样一份特别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可以一起学习怎么样去爱别人。如同刚刚尹璇所分享，他说我那个孩子，我不知道怎么爱他，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看待旁边的人。但他后来回想起啊，过去的主日学老师这么样爱我们，过去的这些旁边的这些大人们这样爱我们，我就学习到原来有一个不一样的爱，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去重新看待我身旁的人事物。这是我们可以带给这些年轻人的祝福。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带这些年轻人祝福什么？让他们对上帝完全的忠实，让他们对上帝有全然的依靠。保罗在最后一个提醒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还有一个叫做志志。什么是志志？就是有一个节制，有一个分辨选择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能力。在这个时代当中，太多的诱惑，太多可以选择的事情了。在这个时代实在太多我们可以随意选择，而且是太多可以诱惑的事情了。但保罗说，当上帝的灵同在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志志的心，会选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我生命要依靠的，什么是我生命当中真实要选择的。我想，当我们愿意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这些年轻人，他们也可以体会到，甚至帮助他们认识这份信仰。为什么我们依靠这位神？为什么我们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这样子选择？帮助他们也忠实于神，让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生命当中所依靠的。这是我们可以带给下一代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这些青少年的家长有这样的责任，而是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责任。我们的教会是一代传过一代的，不会只有在我们这一代就结束，教会就关门了，不会。教会是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不断成长下去的。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一起聚集，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领受上帝的恩典，一起领受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一起对青少年事工有负担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想，我们要一起如何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如何祝福这些年轻人，如何来为这一群儿童儿少来祷告，将我们所有的、我们所经验到的给他们。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12节，他也说，当我们给这些年轻人祝福，也会给他们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别让别人小看你们年轻，让他们可以在言语、在行为、在爱心、清洁、纯洁各方面都做信徒的榜样。不仅我们做他们的榜样，不仅我们让他们可以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同样的，我们也会看见他们带给我们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一代到下一代，我们都同样有一个信念，我们都同样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来相信上帝，我们一起来热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服侍上帝。而这三个缺一不可，为什么？当我们为了要可以投入我们热情的服侍，我们必须要热爱我们服侍的那一位神。
而当我们有真正正确的热爱，我们也必须要认识我们为什么热爱这位神。而当我们为了要更充足的认识，我们就必须服侍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而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弟兄，我们都有清楚的认识同一个线，知道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神，更深的追求，更深的热爱我们这位神，更深的来一起服侍他。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得着成长，得着利益，也在这些年轻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看到一个典范。他们也无形当中一起学习，一起认识神，一起经历神，一起热爱神，一起服侍我们的神。所以从我们这一代到下一代，甚至这些年轻人他们之后的下一代，这不是谁的责任，不是只有某些人的责任，是我们在这个教会群体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摆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可以一起为他们祝福的。所以牧师在这群提摩太的学生当中有很深的期待，我很期待他们真的被兴起，在教会当中被建立起来，在教会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使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热情来影响我们的教会。同样，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用我们的生命来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从我们这一代到下一代，甚至到他们的下一代，都一起被兴起建造，一起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这时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影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提摩太牧区的青年，他们平常聚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